引领，把科技变成战略新型产业，让科技跟产业深度融合。数字技术、智能制造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生物技术、量子信息，科技在第15个5年发展规划期间，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，而是产业现代化、国家安全、全球竞争、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。节奏上先布局后见效确实，估计小粉红听了这些话，热血沸腾的，牛逼的不得了。科技真实情况，啪啪打脸。中国在近10几年来，科技领域、研发领域的投资，按同等价格计算，已经超过了美国、欧盟，名副其实的全世界第一科技研发投资大国。大家知道，官方的、民间的，什么中科院、社科院、工程院、达摩院等等，一堆又一堆。